2019年11月大选前，曾经来领导太祖庙明德宫参香的小英总统，为了感谢太祖爷的领下，在4个月后再次回来参香还愿，包括内政部长徐国勇、市长吴一婷、民进党籍5位立委、加市党部主委以及小英酒会等侪乡亲拢到场现场淋山淋海。尤其即卖外国会使讲里里拉拉，大家生活步调会使讲拢反转啦，无遐尔简单，无我多谢咱台湾，即卖大家搁戴口罩，搁再来遮含总统见面啦，对无？所以讲，咱即个总统嘛是咱全世界欢喜做了上好的总统，对不对啦？转来到咱明德宫，搁看到人海人山，非常感谢，因为大家支持，拄则咱的柯主任讲非常清楚啊。不管是防疫还是经济成长，咱拢是会使讲是世界第一。未来迈向2021，咱更加要互台湾发光发热，都发亮，会当伫小英总统的领导之下，咱继续拼经济、拼防疫，会当互咱百姓生活里生活这个和乐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咱台南这个所在今年一定很旺，咱有足多投资。拢伫咱台南，比如讲，咱的上大这间公司叫台积电嘛，持续的在我们台南这里加码投资，带来很多的机会给年轻人嘛，世界还有一间公司足大间的叫 Google 嘛，这嘛要来咱的台南设厂，互咱的台南的少年人有一个新的机会嘛，台南还有足多机会，所以我看好台南。不管是疫情的控制、各方的突破、经济发展等等，面对2021年新的一档，小英强调，只要全民团结，一定会当镇赢、稳定成长。相关的信心单位，嘛互在地乡亲真大的鼓舞加安心。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